当这个全世界拢在关注着武汉肺炎的同时，拢无注意到流行感冒的死亡率其实是搁较悬哦。疾管署公布的资料，为去年10月到昨为止，流感并发着重症的病例有950例，其中重症死亡的更加是高达90例，敢若是顶礼拜都有15个人死亡。上少岁是一个30岁女性，伊本身无啥物病症，出现着发烧、虚弱、无力的症头，无随去看医生，结果2天后雄雄来昏倒，失去意识，送医急救已经未赴了。气温一变低，看诊的人就变多，感冒嘛唔通无要无紧，因为流行感冒重症死亡案例顶礼拜就15例。感染流感之后并发这些重症的一个征兆啊，可能包括就是意识不清，或者是痰液变浓，或者是血痰啊、胸痛这些情形。15个死亡个案内面，发病到死亡平均干那5天尔，内面上少年的是30岁。一个女性1月份发烧，无去找医生，2天后厝内人发现讲伊昏去，唔知人，心脏无伫跳，送去病院用叶克膜，因为脑部已经严重欠空气，佮出现器官排气的情形。医生诊断是流行感冒并发肺炎甲心脏发炎造成死亡。另外要开学啊，肠仔病毒嘛爱真细致。那在学校的话，还是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说，如果有发烧的情形的话呢，还是建议不要上课。那如果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的话呢，就还是要戴着口罩。顶礼拜新增加2例肠仔病毒并发重症，是一个15岁少年囡仔甲6岁查某囡仔。虽然讲肠仔病毒高危险群是5岁以下，不过其实青少年抑有大人，冇可能会去患着。